嗶啵嗶嗶啵，Amazing，嗶啵嗶啵嗶嗶啵，Amazing，嗶啵嗶啵嗶嗶啵，Amazing，嗶啵嗶啵嗶啵，Amazing。喺浩瀚嘅宇宙入邊有一粒星球，個名叫亞美星。喺呢度居住嘅生物全部都同猩猩生得好似噶。有一日，一位居民喺山洞入面發現咗一個籃，咩嚟噶？而且個籃仲啊咗一聲添。望真啲，哦，原來係亞美星。不過亞美星同星球上面嘅其他居民生得一啲都唔似，身體仲要係橙色嘅添。所以每當亞美星出現嘅時候，原本好開心聚埋一齊嘅人，最後都會因為亞美星嘅出現而散開噶。又有一日，亞美星經過嘅時候，見到山洞出邊有啲奇怪嘅光線。咦？佢行到入山洞入面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呢個星球嘅所有居民都係利用機器嚟令到自己獲得快樂噶。我覺得自己而家好開心啊！吓，咁都得？唉，得啦，知你開心啦。使用機器嚟注入快樂能量之後嘅居民，每一日都保持住好愉快嘅心情，喺森林入邊日日都開 party。而亞美星就一直喺後面觀察。但係時間嚟到第4日。點解咁多人嘅？喺呢度排隊嘅人都希望可以利用機器令到自己重新得到快樂。呢個時候，亞美星發現有一張卡片喺地下喎。原來會有副作用噶。真係咁樣得到快樂嘅咩？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喎。唉，唔知有咩辦法呢？亞美星望住星空思考嘅時候，遠方突然之間傳嚟笑聲。呢個時候，亞美星決定要去呢個地方度睇睇。經過調查之後，原來呢一個係一個叫地球嘅藍色星球。佢即刻收拾好行李，帶齊所有佢最中意同埋最需要嘅裝備，出發前往地球。等我睇下先。OK。亞美星踏上飛船，向住地球嘅方向出發，開始佢嘅尋找快樂之旅啦。下集見，拜拜。